天开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亏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。阿公带孙，爸带囝，翁带某，妹带兄。 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搁洗一个目杯，阿婆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 欢迎收看《天天又开心》。今仔要甲恁讲的事实就是，紧讲较紧的啦，哥哥，阮某咧等啊啦。恁某伫等，恁两个结婚遐尼久，还搁咧等，这不是咧等体温上？哎呦，叫你约着，人我们来去洗衫温暖。放看洗上区哦。那小女人，啊，你黑白如果愈甲老血猪。你管，人我感情好啦。嘿嘿，啊，若讲到这，有当时好歹聊，咱要嫁娶吼，有当时去嫁咯，想嫁啦，啊，有人嫁就想到，人讲对对杯，嫁到对高照。哦，好歹聊呢，真正。安尼都爱像阮这代啊，阮上好，阮自由恋爱呢。啊，你这代媒妁之言，迄某水歹，翁水歹，你若无法度选择啊，对不？都结婚迄天才看到。对啊，敢若咧跋筊咧哈。啊，若阮这代还佫安尼，咱代高军迄代佫较恐怖。哦，因为拢指白未婚呢。哎，对，我也袂到迄个年代咧，敢若是你比较较幼诶。迄敢若显起来才知输赢咧。讲实在，其实我迄个年代吼，是玩啊，自由恋爱啊，你自由诶哟，哥迄种过去的代志啊。哎呦，我总对你讲伫迄个来啊，名实在。莫搁讲迄啊，上重要是来看咱的剧。来。哎，开心民宿了。哦，阿二要订房间哦，爱几间？2间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你是翁仔某还是迄个情侣？好，好，啊，你著爱会记你来呢。好，对啊，好，我留互你。好，好。卡。查了伫倒遐，我甲你斗了。你要查第物件哦？拜托，我名毋是猜，我落猜啊。啊，不，你安尼鬼祟，安尼是要创啥？滚啊！我要找你姐啦。找我姐啊？哎，恁姐啊，伫房间哦，我来去找。等下。哎呦，你找我姐要创啥？你讲。这有代志啦，有代志要找你，甲我叫一下啦。好啦，你遐坐啦。嘿，这个都要弄入去。Hello， 姐好，姐啊。哎，有主要来找你啦。啊，你拼房叫啊，哭叫，是叫安怎啦？啊，落去讲主要无？我俩准讲是倒一个贵宾嘞，钱啊，像啥物代志紧讲，我要过来拼房间啊。啊，就有代志要找你，我就讲啊。啊，你囡仔人啊，人你讲，大人你讲话，你安尼伫头听，出去佚佗。哦，叫我。哈哈，哦，我看你今日目睭红款，小狗目，所以你面哦，红记记，嘿，火气声大。哦，你即马听讲要叫我出去，啊，你搁遮甲阮姐两个孤男寡女，所以你搁插头插脑，嘿嘿，有险嘛，有险，我一定要在遮保护阮姐啊。君老，喂，水，做你做阮小弟甲一阵。这句话上逼我听哦，上人咧讲的话。姐，你唔甘样，啊，这我应该爱做的工课，我甲你保护好势。滚哦！喂，来，这有500块你摕去。你看伊去公啊吼，去搁做找人行唔去，还是去泡茶水啊？你开。是啊，你即摆啥意思？你侮辱我的人格。哦。你500块就要甲我买收？我的人格敢价值500块尔哈？钱。这钱阮大约敢会食你吼？袂食。钱我根本都无当做钱嘛。啊，无你嫌我？无啦，我当做性命啦。我只会爱。好，迄4个囡仔真好用啊。拄则才甲你学了，咱起码为了500块，就无要顾恁姐安全就对。是啊，你讲不赚白不赚，对不？
钱啊，伊唔敢甲你安怎，伊若敢甲你安怎，我就找伊算账。吼，嘿嘿，好啦，钱啊，啊都。头头讲啊，好啦，可以啦，啊，你慢慢来算啊，我来庙较慢等啊，较慢等。放心啦，伊若敢我就吼，我来庙口。好啦好啦，啥？到底是啥物代志？啊，啥物话有遐尔啊秘密，就爱阮棍啊出去外口哈？来，遐济遐济。好，会晓放。哎呦，唔正够。你到这个年纪皮肤阁幼绵绵啊呢。唔敢嫌。哦，嘿，我安尼摸了碎骨落啦。我啦，啥唔知影是安尼啦。啊，你是查某囡仔吼，我想讲来甲你一阵子来甲你请教啦。啊，啥唔知嘛？莫讲请教。好。有啥物话直接讲。哦，我安尼我直接讲，啥唔知影我昨暝我都面盲啦，面盲讲阮阿公来甲我托梦呢，讲安尼直甲我骂，直甲我吵呢。讲吼，我无做迄个阿舅迄责任啦，讲甲糖糖啊拢啊袂寄出来，放喺厝内面，好安尼甲我错呢。哦，我就想讲，你就查囡仔，我这个梦是真还是假，麻烦你甲我小解者。这梦吼，你讲真诶，还是讲伊假吼？有时阵我啊真歹分啦。啊是讲你若讲嘛管真快咧吼，讲那个甲咱孙来咧。啊，凡说吼。你阿公来甲你托梦，迄是你火气大乌白梦。哦。不哩个，你阿公着遮尔有心，过来甲你托梦，安尼吼，你着爱成全伊的愿望，甲恁堂堂吼找一个翁婿嫁过来就好啊。较简单，讲嫁就嫁哦。前仔来我满世界找无一个适合的对象啦。我是讲吼，我有一个好的办法啦。啥物好办法？就你这间民宿。甲我这间民宿，咱吼拢收迄款的25岁甲30岁这少年家。那这款少年家来大，咱拢甲拍办5折，我就用个温暖景，温暖叠。那叠好，我介意就甲订落来，订来做顺婿。哦，你这安尼就叫做征婚，方法是袂歹啦。不过我是感觉哦，你换咱就爱甲恁堂堂参详者才好哦。无咯。啊！你就知影糖糖脾气，你就即摆甲讲了，这要为伊来征婚哦，伊随反对。安尼甲伊讲袂用的。啊，毋过为着恁堂堂的幸福，为着要甲找一个好翁婿，我这做朋友的吼，徛在这立场哦，我是足愿意甲你斗3工啦。但是重点是吼。我开心民宿哦，安尼拍8折，哦，迄损失大个了。无甲拍8折啦，拍办5折。办5折啦，嘛是损失大个。啊，不过安尼啦，规期哦，你损失迄个部分哦，我来甲你补偿。水。好啊。有你一句话吼，我一定吼甲你斗主意，甲恁堂堂找到幸福。好，安尼就对啊啦，感恩嘞，感恩嘞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赞，假使我的想法若无唔对吼，一定有真侪帅哥。来向阮的民宿。25岁至30岁限男性，8、5折优待。嘿，阿姑。啊，你是咧变啥物出头啊？啊，你哪会搭这张宣传单啊？这啊，这就为着庆祝迄个青年节啦，要来优待啦。青年节3月29，啊，已经过去遮久啊。啊，即摆咧庆祝？迄当阵袂记咧庆祝啦，袂记咧优待，所以即摆来补优待，搁补庆祝。假期，啊是讲即摆补？阿姑，我看你最近的行为行动拢怪怪哦。我讲你怪，我咧足正常的啦咧。哪会无？我头拄仔我听阿君哥哥甲我讲哦，讲你是一个足欠的人，你竟然摕500块。要害去庙口吐暗旗，啊，搁泡茶，啊，搁讲啥物吼？你有话要甲李姐讲，敢无这件代志？这无正正常啊，这有都也唔对。
是讲吼，迄有啥物代志重要到袂当下阿公哥哥知影？我知影，阿公，你是不是下定决心要拍李丽姐，是不是？哎呦，阿姑，你莫歹势啦，你若有介意，你甲我讲，我会当替你讲好话哦。啊，你唔免安尼啦，再加步啦。阿姑的代志，甲阿公家己通处理，你唔免管我。颠倒你家己吼。哇。嘿啦，你以后吼爱穿好水水，啊讲话较垃圾鬼，不，我讲话吼爱较得体的，知影无？好。而且爱装好好看。啊，你爱注意迄个少年家，然后迄个帅哥吼，有伫甲你放电哦。你著较注意，看这个有适合你无？看有适合我的无？哦，所以阿姑，啊，你带这张宣传单是为着我？天天民宿对即摆开始，25岁至30岁限制查甫的放5节犹太哦。哥哥，免感觉奇怪，来。恁兜嘛有豆？啊？哦，你看。做啥？恁兜嘛有豆？我听你咧，哪有看？真的啦？哎呦，开心民我来拍5节犹太，姐啊，即摆是啥物情形？等你免问啦。姐啊，一定是你甲阮姊啊两个毋知咧变啥梦哦。来，老实甲我讲哦。叫你免问就免问啦。啥物免问？开心民宿。我有那股东，我有那头家之因呢，我有权利知影我业务的一切呢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敢破坏哦，我就互你好看哦。哎呦，你甲我抢赌哦？我抢赌安怎？嘛赌啊好尔。哎呦，你当作你一伙人，我都唔敢甲你安怎。哎呦，先出手的小人哦。好来，我讲偏无动手的哦。来，玩家3公里来。好啊，你莫搁玩啊，好无？我这无高主办先图哦。通激气啦！莫生气。我哪有可能甲这伊对激气？我无聊个咧，我要入来。你来。生气啊啦！糖，这两间，咱这是安怎咧拍者，你知无？我嘛唔知啊，我问阿姑嘛袂甲我讲。我讲妈真正去用卖，你都唔知哈？甲你问还是白问的？这两个拢凶手。我来去问另外迄个方式就知。奇怪，无代志，这咧拍者啊无经过我这股东的同意，我嘛头家。安那会变安尼？当时啊是要替糖找翁哦。非常好，无错。那这我反对。你是啥是对糖有意思哟？姊啊，有意思无意思，另外放一边啦。我袂用目睭金看糖去用抽。你莫在咧演英雄。翁生也是糖的阿姑呢，阿姑替查某孙仔找一个好对象，这是天公地道的代志呢。搁再讲，你甲糖阿母来电啊，你上好莫破坏人好事哦。姊啊，无采咱家弟仔做遐久啊，你拢无为小弟的我设想呢。你毋捌谈过恋爱，你都毋知爱情是啥物物件。爱情这个物件，爱慢慢啊落去培养。免伤着急，若讲食紧的弄破我，你是捌难办？对，你上巧。毋过我警告你哦，这件代志你上好是互青仔家己去安排，你拢莫插手。你甲糖若是有缘哦，早晚就会做伙，别人想要抢嘛抢袂去。若是无缘，你要留伊嘛留袂掉。到时阵你就爱祝福糖，知无？你安怎？老弟啊，老客，请问若要大是有咧拍节吼？请问你几岁？我25啦。有啦，拍节啦，符合条件。歹势，客满，无要阁收人客啊。尤其是咧25岁至30岁啊，才出去。那安尼哦，那安尼我来你对面哦，回去因遐嘛咧拍节啦。好啦，你做你去啊，对面嘛客满啦，我跟你讲啦，对面贵足济哎呦，会疼啦，姐啊，人客行入来到疼呀，啥都搁讲好出。哎呦，姐啊，这个要是有钱咱莫趁啦。有气片吼。好，要甲我激气，我这看相当个久。姐，哇，绝对无可能，互你甲伊成功。
趣味哦，阁有即款的促销手法。人客，要住宿呀？嘿对，我25岁，安尼敢有拍折25岁哦，拄啊好。嘿，哎呦，毋正搞个缘投吼。好啦，来，请。多谢。嘿，你要怎啊？我要按来啦。毋免，我按来就好啊。你还阁有工课？我甲你讲去街啊吼，买一块糖仔饼甲水果。哎，阿姑，咱来还阁有糖仔饼。甲你讲，你去你就去买吧，买较济，知无？哦，好啦。歹势，我来。等下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迄开心民宿。今年几岁2路。头前桥拄转去尔。嘿，我对迄个公遐去。安尼谢谢。免客气哦，一直行，弄着边就是啊。想要去拍阮糖糖哦，你真拼咧啦，有我伫咧。等下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天天民宿。今年几岁25。歹势哦，头前遐路哦，电力公司内咧调电缆线，袂当过。你对毛波去？无法度。哎，你笑是阮糖糖哦，你老实啦，阿婆生囝啦，真拼你咧。等你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天天民宿。今年几岁？我25岁。头前遐拄咧做捷运，袂当过。做捷运？我伫当时咧做捷运啊。你出外人你唔知啦，阮在地阮较了。哥哥，你是安怎啦？安怎会伫遮咧指挥交通？佫一个面油头甲面，啥物人甲你欺负？来，坐来讲，你姐甲你欺负哦？这一人拢甲我欺负啦，刚才你无甲我欺负，你是关心我呢？是哦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嘛甲我讲。东东，你敢知影讲哦？天天民宿甲开心民宿是安怎咧拍折？拍折？就阮阿姑讲要庆祝青年节啊。青年节敢若庆祝妈祖生日？毋是哦。你这哦，我嘛咧真好骗呢。我甲你讲啦，其实哦，伊是要替你找翁啦。替我找翁？你都唔知哦，你拢知影这危险性呢，这关系到你一生的幸福了。伊即摆哦，消息拢甲你放出去哦。一世界人拢来哦，5月10日火龙霸标啦，后迄落罗马这多人啦，后迄落食毒的啦，后迄落一礼拜无洗身躯的啦，后迄个臭哥哥的啦，拢来呢。你到时你若嫁着歹人，你艰苦一世人哦，我甲你讲哦。哥哥。喂。我即马要安怎啦？要安怎？你就甲我对遐坐就无代志啊。啊。袂使转去哦。免转就好啊啦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天天又开心的，今日上句就是第一问风，第二做工，第三守财龙。什么意思？第一问风这个意思讲吼，你要嫁出来一定要门风相对，门当户对啦。第二呢，就是讲做工的必优，做工的积德，甲做工的才能啊。那第三一定爱得读册人。门风相对，我听你咧放臭屁。安怎讲？你讲的这三项对我兴趣哦，真正拢对袂着。安尼哦，是安怎讲？对啊，你看，我甲我某就好啦。我住南投草屯，我某住四湖呀。迄门风是要安怎去相对啦？迄门当对会着。这有影对袂着啦，因为高群因兜的大门对落因兜的西阿狗。你都毋是门甲门相对，你是？袂讲什么门风相对。门风相对就是讲哦，爱差不多迄个阶级的安尼啦。爱平好个安尼。呐。哦，人咧差不多啦，人咧平散啦，但即摆袂歹啊啦。袂歹啊。第二项就好啦。做工啦。但你甲看什么咧做工爱上好哟？阮做工甲因兜的做工也无熟悉，是变来去相好。
无定着，因你即马伫遐，我就足熟悉咧。我做我嘛捌看，万在好野山，我嘛唔知啊。啊，第三呢？第三秀才龙。你无读册吗？有啊，但是秀才龙写读足悬的考状元的秀才迄种的咧，我读到高中尔，安那有算？对。嘛是对。所以吼，找到恁某吼，是你好运呐，真正爱偷笑啊，对不对？烧好香啊啦。啊，若讲到这要嫁翁吼，兄弟，你敢捌听过？人讲吼，嫁着生理翁，日夜守空房；啊，若嫁着摆卡翁，行路哪跳动；啊，若嫁着缘投翁吼。10年9年空，无影，这句无影。像阮某叫我10年拢无空。无呢，搁有哟，搁你敢知？人讲吼，嫁着迄下仔翁有无？我唔是讲你哦。我知你讲明杰导演。无啦，我唔敢啦。无人明杰嘛150咧，你啊。嫁着下仔翁吼，你若讲你要烧香拜拜点香，还搁拜托别人，点袂着嘛。啊，若讲嫁着这青梅翁吼，我安尼逐工若装水水，他也看不到啊。所以嘛无采工。啊，若讲嫁着迄个无厝的翁，哎呦，你定定爱搬煞吼，足麻烦的，啊，逐项拢爱照起工很累呢。那有什么搬煞爱足麻烦？就有搬家公司啊，咱都坐遐机会倒啊。但是无影咧，你讲迄搬厝吼，我有经验，以前要卖厝，要搬来搬去，搬到尾物件愈来愈少咧。有影？哎呀，我一挂地沟哪搬哪少机。对啊，我上烦恼搬厝，我无骗。对啊。哦，时间过得足紧的呢，咻一个30分钟又过过去啊，搁要甲恁讲再会咯。是啊，所以今日小姑要奉劝咱所有的查甫查某，咱若要嫁娶，咱就爱以目睭配合金。签算情命，问啊问，问咱爱情安怎行？爱无名其妙讲来就来，痴情是咱注定全。无未来，只有点点来离开，来到一个青云的所在，游浪他乡千秋万秋。